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事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当年啊，若到这个季节，大家就会开始关心黑尾鱼什么时阵要来？第一尾是啥人钓起来的？介绍佫是安怎呢？那安尼黑尾鱼和尾鱼有啥物无同呢？这相关的台语词，佫爱安怎讲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尾鱼啊，是台湾人真爱食的鱼啊，伊的台语叫做鲳啊。总是啊，一般人讲的鲳啊是黄鳍尾鱼，这也是上接看的鲳啊。事实上啊，台湾附近出产的鲳啊有4种，照体型啊为大到细来分，有乌昂鲳、大目啊、鲳啊和长舌啊，就是华语讲的太平洋黑尾、大目尾鱼、黄鳍尾鱼和长鳍尾鱼。其中啊，体型上介大，定会当大到200公斤以上的乌昂鲳，就是咱今仔日要绍介的主角。乌昂鲳啊，来到台湾附近的时间是当年的4月到7月。所以，若到3月底、4月初啊，屏东和宜兰附近的渔船啊，拢会烧济哦。看啥人会当掠到迄年的第一尾乌昂鲳，就是华语讲的第一尾啦。这个第一尾，咱台语无定会当甲叫做第一鲳啊。掠到第一鲳了后，这2个所在啊，就会举办真大型的拍卖会啊。今年屏东第一尾乌昂鲳的拍卖啊，1公斤花甲超过1万块呢，贵尾有200多公斤，总价销超过200万哦。这个乌昂鲳为什么会这受欢迎？这是因为伊的肉质的关系啊。乌昂鲳的肉会当分做腹肚肉、皮油和大肉3部分。腹肚肉就是咱一般讲的肚肉啦。这是乌昂鲳上好食的部分哦，因为安尼啊，真侪人会甲食乌昂鲳啊，煞讲做是食肚肉，煞唔知啊，其实肚肉是部位的名，唔是鱼仔的名哦。肚肉啊，佫有分做大腹和中腹。大腹啊，较接近鱼头的所在；中腹啊，较接近尾溜。那照日语，大腹会当讲是乌肚肉，中腹会当叫做是猪肚肉。肚肉啊，是乌昂鲳上好食的部位，也是上贵的哦。伊的油脂啊，真济，分布真焦匀啊，迄肉规地看起来粉红啊，粉红，有够水的。食落去厝里啊，袂输那随便扬起共款，真丰富的滋味，甲规个喙齿啊包起来。莫怪啊，有真济人无小本嘛，一定要来食啦。那皮油是鲳仔的肉内面油脂啊第2济，伊的外观看起来就是一块肉中有一顺一顺的油脂，伊加起来会有油脂，佫会有红肉加起来口感，愈薄愈香，也是真受欢迎的部位哦。那大肉后人照日语讲是阿卡米啊，这是一般店面上接摕来做沙西米、寿司的部位。伊的油脂上少，看起来规地是红色的鱼肉，食起来啊软软佮 QQ 香香，会当啊食真济地，拢袂感觉胃哦。其实啊，鲳啊规尾拢会当食，肉以外，像乌昂鲳的目睭啊，是真济咬食的人会指定要享受的部位。另外，像伊的龙骨掺挂破布子落去吹啊，人讲是娱乐牌，也是真受欢迎的料理呢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经过这集的绍介，敢有互恁对鲳啊有更较侪了解呢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转好，主播。